這一秒，新一秒，叱咤903。10點正，叱咤903新聞報導。而家由郭舒揚報道新聞。中日關係持續緊張之際，外交部話日本社會治安不靜，地震頻發，呼籲中國公民喺春節期間避免去日本。內地航空公司將會免費取消或更改機票嘅政策，延長至到10月24號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話，仍然對中國敞開對話大門，考慮同國家主席習近平直接對話嘅可能性。林建偉報道。喺北京，外交部呼籲中國公民喺春節期間避免前往